江門恩平市聖堂鎮村民林佩丹將自己閒置嘅庭院改造為集咖啡、輕食於一體嘅庭院咖啡館，成為當地嘅新地標。現代人生活壓力大，工作節奏也快，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通過這種戶外的活動啊、野餐啊等多種方式放鬆心情。我希望這裡可以成為大家的家門口的放鬆角落。當地正以家庭餐飲為切入點，大力弘揚地方美食文化，成功培育數十家家庭式餐飲店鋪，仲大力扶持夜市經濟，完善配套設施。元江長堤搖身一變，成為熱鬧非凡嘅宵夜街。政府呢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的幫助，改善了這些路燈，還有這些停車位呢，還幫我們宣傳了我們的品牌，幫我們引流了很多流量，收入也更加穩定了。我哋做咗20幾年㗎啦，一般我哋特色魚翅咧好特色㗎，同埋啲煎米角都好受歡迎㗎。本地遊客啊，本地人啊，同埋外地遊客啊，好多人嚟呢度光臨㗎。從家庭作坊到文旅景點，從街頭小食到產業集群，前瞻經濟亦都可以帶嚟鄉村大發展。